娃娃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来介绍4句俗语，互大家知。第一句俗语是“问问好落久，土埋淡”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咧讲，这问问好落落来看起来足细，毋过若是一直落，久来土骹嘛是会淡。所以这句俗语就是咧甲咱讲，咱做代志若是有耐心，坚持到底，搁较大的困难嘛会当克服。第二句俗语是“家己栽一丛，较赢看别人”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咧讲，家己栽一丛果子树，收成时就有通食，毋免看别人的面色。比如凡事靠家己，毋免靠别人，求别人不如求家己。第三句俗语是加减赚较袂散，加减扣就免借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咧讲，咱若出社会食头路，莫嫌钱少毋愿赚，加减赚较袂散。若要用钱就有啊，毋免去找别人借。最后一句是一人看出一家，新妇看出大家。大家就是翁婿的老母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咧讲，每一个人伫外口的表现，呈现伊个人的家庭教育和修养。教到好的人会得人疼，教到歹的人就顾人怨。古早时社会较传统保守，大家对新妇的管教真严，影响力真大，所以新妇伫外口的表现，就会互人联想到伊的大家。安尼，这4句俗语大家敢拢学会晓啊？刷落来，咱来看伫生活当中会当安怎运用。Lisa， 我要去唱歌，你要做伙来无？我足想要去的，毋过我等一下要去趁外路啊呢。哈，真可惜。毋过你敢有欠钱？是安怎要去趁外路啊？我即马是无欠钱啦，毋过我想要买一台电脑。你想要买电脑，袂叫恁爸母买互你哦。人讲家己栽一丛，较赢看别人。我无想要伸手甲因摕钱啦。而且自我细汉，阮阿母就甲我讲，想要爱啥物物件，就爱靠家己拍拼去买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无怪你遐独得着。真正是一人看出一家，新妇看出大家。恁阿母真敖教哦。无啦，是你毋甘嫌啦。是讲你若钱趁有够额，电脑买着，敢阁会去趁外路啊？当然嘛会。人讲加减趁较袂散，加减扣就免借。继续趁落去，家己若要用就有。毋过你安尼爱趁偌久才有通买电脑？我嘛毋知。毋过人讲问问好落久，土嘛会淡。我相信只要有坚持，加减趁，总有一天就会到额。好啦，安尼你加油，阮先来去唱歌咯。好，我是 Lisa， 今日这4句俗语，大家敢拢学会晓啊？你若想介我的影片，别即摆试赞，佮分享出去，也要订阅的观众朋友，慢慢直接订阅咧，会迄个铃啊，安尼才能收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佮 Instagram 嘛，欢迎到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